講到監警會呢，其實今年嘅7月立法會最後一次會議上面呢，一個好重要嘅改變呢，就係將以前嘅警監會修訂為係監警會，將監警會成為一個係獨立嘅法團，一個團體咧可以獨立地咧去處理咧有關警方嘅投訴。呢個係一個非常之重要同埋係必須要嘅一個起步點嚟嘅。咁當然從呢個起步點，我哋可以睇到咧，就話佢去審議去睇某個嘅投訴嘅時候咧，佢完全係可以係唔受其他部門嘅影響。當然呢個嘅基礎之下呢，係咪足夠地去能夠確保每一次嘅警察可能出現越權濫權嘅時候，係咪都做得到審查一個係合理嘅結果出嚟，而作出一個合理嘅決定或者判定呢？咁呢個就不一定，因為始終我覺得咧，因為而家佢哋仲欠缺一個所謂調查權。佢有咗個獨立身份，但係個調查都仲要靠翻警方幫手。咁會唔會係警方響自己查子嘅過程裏面有所偏頗、有所疏忽、有所係有意無意地做漏啲嘢呢？咁當然，如果將來能夠將嗰個調查權都能夠俾埋監警會嘅話呢，呢個就係更加完善同埋完整。所以我覺得將來呢，係我哋應該要更加係要催谷政府呢，係賦予監警會多呢個權力。但而家嘅情況之下咧，我覺得仍然都有一個係好處呢，就係佢嗰個嘅監察作用係有嘅。因為當佢判斷呢個警察係濫權嘅時候，佢一個報告去公開講話呢個警察呢件事係錯嘅，或者係唔得嘅、唔啱嘅濫權嘅咁，呢個都有一個阻嚇作用。